大家好，我哋係大圍金輝鐘錶行阿 Wing，我係 Matthew 啊，好開心今日為大家介紹經典牌子山道士。今次介紹呢兩款呢，就係已停產款式，係用緊 ETA 機芯，已經賣少見少，再加上佢個價錢係非常之平，非常之抵玩，性價比超高。講一講佢嘅質素，藍寶石鏡、螺絲鎖把、3G 嘅實心鋼帶啦。再講一講佢嘅 size， 係而家好多錶迷中意嘅36mm， 好欣賞山道士，因為好多正裝錶係冇螺絲鎖把，而山道士呢隻就有啦，可以提高防水性能。咁我手揸住呢隻呢，有星期日曆嘅款，而且 Index 入邊呢，用咗石字釘，望上去又名貴又復古。睇下錶底後邊做咗一個好靚嘅透視底，除咗白面寫字之外，仲有我而家手揸住呢隻電腦紋面，錶面上面嘅英文字呢，係用咗 Sandals 嘅英文去拼砌而成，再加埋石字釘，望上去呢都好有立體嘅感覺。而電腦紋面就係配襯咗金紋飾嘅5G 帶，都係做咗一個透視嘅錶底，可以欣賞到機芯嘅運行情況。呢兩款呢，公價係5000零蚊，我哋有個超總價3000零蚊可以買到，真係平到笑。咁有興趣嘅錶迷呢，快啲上嚟我哋門市試下啦。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